咱的乡亲呢，拍算休假要去倒佚佗，有一个所在会得参考中华文化局规划伫鹿港办这个走读的艺术节，以当代艺术的手法，和游客深入了解鹿港的历史古迹，透过当代艺术加文化空间的对话，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。 中华关要进入建关300周年，官府规划将开艺建2022中华走读艺术节活动。彰化县政府文化局，我们从7月2号到24号，那在这边有一个走读艺术节。那我们呢有10个我们的装置艺术，那会放到31号。 除了艺术作品展以外，每礼拜6、礼拜嘛邀请由一个表演团队街头艺人等等，伫鹿港公会堂主舞台等等的所在演出。也有我们的这个市集哦，每个礼拜的市集又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，那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 DIY。 官府表示，7月初2到17日安排日制作舞团等等的艺文团队到鹿港演出，让民众来欣赏无同的表演艺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